大家好，我係阿 Ken。投入幾百億改造舊村，建設187萬平方郊野公園，140公頃打造超級文旅度假區，與全國頭部高端養老社區簽約，仲有港澳朋友最期待嘅山姆2店，呢啲黃金配套重磅落下，呢度就係未來珠海最有想像力嘅地方——南灣新城。就喺日前，香洲區高質量發展大會中官宣咗一項超級計劃。南灣新城已經計劃咗148個項目，15期間計劃投資500億，總投資直接去到1650億，規模比你諗得到嘅更加浩大，投入比你預料之中嘅更多。珠海市區今次真係大件事啦！但係點解會揀南灣？第一，呢度係港珠澳大橋嘅橋頭堡，橫琴北大門，一腳油門就到澳門，半個鐘頭去到香港，高速同埋快速道路環繞，軌道交通亦都喺裏邊。放喺大灣區融合角度嚟睇，南擁琴澳，東聯香港，西緊靠潛力無限嘅西部城區，妥妥嘅主樞紐，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，話嚟就嚟。第二，呢個產業底子係本身珠海嘅名片，格力、摩天宇呢啲巨頭早已經喺度紮根，而家仲要係以南灣十字門中央商務區為主體，聯動保稅區部分區域打造總部經濟區，聚焦總部經濟、低空經濟、人工智能、跨境物流，1000多萬平方嘅廣闊空間，相等於1494個足球場面積咁大。靚嘅項目嚟到都唔愁冇地用，而且最近官方更加隆重推介咗南灣新城4幅優質嘅產業地塊，佢哋與港澳高速、珠三角環線高速相鄰，交通優勢簡直拉滿。到2035年再打造一個1000億級別嘅新中心，真係唔係夢嚟㗎。香洲第2行政中心、主城區名客網、3甲醫院通通落地，仲有歡樂南灣文旅項目、黑白面將軍山郊野公園計劃都喺3年裏邊投入使用。居住方面，華發、正方、綠景多個標杆人居嘅大盤一個比一個成熟，品質嘅生活觸手可及。以後喺屋企門口就可以享受頂配嘅生活，問你深唔深度？人口聚集、產城融合，呢度將會係珠海下一個人口聚集新中心。南灣新城正係令珠海城市價值再上一步嘅台階。1650億嘅投資，148個項目，南灣新城絕對唔係紙上談兵，而係實打實嘅未來之城。你期唔期待啊？評論區話我知。關注阿 Ken，帶你繼續見證珠海每一次蛻變。